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，配有中文字幕。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等我哋可以有改進。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多謝晒大家嘅支持。呢集係來自衛報嘅報導，英國經濟今年第一季增長0.7%，表現超出預期，主要因為企業趕喺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 加徵關稅前加快投資同出口。英國服務業同生產業帶動整體經濟向上，而財政大臣李運晴 Rachel Reeves 就話呢個增長證明政府政策見效。不過，經濟分析師警告，未來幾季增長可能放緩，尤其係受特朗普貿易政策影響，國際貿易不明朗，政府正係積極簽署貿易協議，希望減低外圍風險。詳細新聞內容：英國經濟今年第一季表現比預期好，打破咗之前外界嘅悲觀預測。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最新數字，英國今年1至3月期間，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長咗0.7%，係過去1年嚟最勁一次，比市場原先估嘅0.6%仲要高。呢個增長主要係因為企業趕住喺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 實施新一輪關稅之前，加快投資同出口步伐。英國嘅服務業，特別係零售、批發、電腦程式設計、汽車租賃同廣告表現都幾好。不過，教育、電信同法律服務就有少少回落。除咗服務業升0.7%，生產業方面包括製造、礦同能源都升咗1.1%，但建築業就基本上冇乜增長。英國財政大臣李運晴話，數字證明政府嘅政策方向係啱嘅，仲話英國係 G7 入面第一季經濟增長最快嗰個國家。佢又補充，自從選舉之後，已經有4次減息，簽咗2份新嘅貿易協議，拯救咗英國鋼鐵公司，最低工資都加咗，令到好多人加人工。不過，有經濟師提醒，今次增長可能只係短暫，因為好多企業係為咗避開特朗普4月2號嗰份所謂解放日 Liberation Day 宣佈嘅關稅，先加快投資，例如飛機、資訊科技設備同機械方面支出都大增。英國出口量都升咗3.5%，打破咗之前3季連跌嘅趨勢。淨出口對 GDP 增長貢獻咗0.4%。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首席英國經濟師 Liza Sanjay-Roger 就話，好明顯企業係趕住喺美國徵稅之前出貨。至於首相施紀賢 Keir Starmer 領導嘅政府，就希望透過簽更多貿易協議，包括近期同美國達成減少對汽車、鋁同鋼徵稅嘅協議，去減輕國際局勢帶嚟嘅壓力。佢亦都成功同印度簽咗一份期望已久嘅貿易協議，下星期仲會出席同歐盟嘅高峰會，目標係重設脫歐之後嘅雙邊關係。其實早喺2月，經濟就已經意外增長咗0.5%，而3月再加多0.2%，令第一季整體表現更加亮眼。不過，儘管咁，消費者信心同企業情緒調查都顯示出下行壓力。英國家庭目前仲算頂得住，但未來幾個月就未必咁樂觀。英倫銀行 Bank of England 早前都警告，喺特朗普打貿易戰嘅背景之下，全球不確定性升高，英國未來經濟活動好可能幾乎陷入停滯。而影子財政大臣施榮達 Mel Stride 就批評政府加稅會令經濟復甦受到威脅。佢又提到，無論係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定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，都已經下調英國未來增長預測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